迎嚟到高高耶呢個 channel， 新一趟嘅旅程又開始啦。今次去嘅地方係大阪、京都同埋奈良，總共14日。不過因為出發嘅時候係6月尾去到7月頭，所以有好多地方因為落雨都去唔到。旅程尾聲嘅時候仲病咗2日，雖然話去咗14日咁長，但其實真係去玩嘅地方唔係咁多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成個旅程都係玩得好開心嘅。嚟到關西機場已經係夜晚嘅8點幾，非常之咁肚餓，喺機場搵個晚餐食，跟住先再搭車。因為聽日我哋要去和歌山，所以就近近地喺泉佐野站住2晚，喺機場搭南海鐵路10分鐘到就到㗎喇。嚟到泉佐野站，喺西面嘅出口行1分鐘到，就嚟到我哋今晚住嘅酒店。不過喺酒店對面就見到有一個好似夜場咁嘅地方，住咗2晚，都唔見有啲咩奇怪嘅人，同埋周圍環境都唔算太複雜嘅。一朝早起身，先去搵個早餐食。食完早餐，我哋就搭南海本線去到和歌山市站，車程大概要半個鐘左右。喺和歌山市站行出嚟，要去和歌山城嘅話，我哋可以選擇搭巴士。如果行路就要20分鐘嘅路程。和歌山城係豐臣秀吉於1585年下令興建，除咗係日本100名城之外，佢連同姬路城、松山城合稱為3大連立式平山城，亦係日本嘅國家重要文化財。
日本100名城嘅印章就喺天守出邊嘅售票處，等我哋吸完印仔，再買飛上去天守閣嗰度慢慢睇。和歌山城公園裏邊係有一個動物園嘅，不過我見時間有啲晏，就冇過去嗰邊行啦。希望第時有機會去睇下啦。我哋由原路搭返車返返去。咁今次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